520-689啊，今仔日劳工团体是去到凯道来抗议，认为劳基法已经40档，这新政府应该要全面来检讨修法，提悬劳动条件。也讲因的加班的费率要提悬，固定假期应该增加到7天。也那劳动部是回应讲，各界需要有共识，才有可能会当进行相关的修法。新政府开车，不能靠公等，不能靠公等。大声发口号，爱新政府的劳工政策，袂当干那靠公调。520-689工斗团体一透早到凯道抗议，向特别上任的新总统赖清德发话，因为劳基法已经上路40档，应该全面检讨修法，提高劳工的劳动条件。那加班的费率要提悬，也要调整报酬的计算倍数，该增加固定假日7天。包括说加班费率40年都没改，我们希望能提高。包括说现在的补休时数只有1:1，我们希望可以比照加班费率去进行补休。我们的整体的工时并没有因为整个劳基法修法过后有任何的改善，有非常多的中小企业跟老板强迫员工用补休的方式来换休，甚至可能休不到。工斗团体佮以赖清德的选举广告来改编做行动剧，甲已经上路40年的劳基法，比如做一台奥车，强调劳工是车的零件真需要保养，佮强调台湾的平均每人 GDP 对2000年到2022年成长率大约是119%。不过，这22年之间，劳工的实际总薪资成长率却是连10%都无够，真需要修法。加班费率和补休的标准是不是要再做调整？相关的劳动条件有的，我们还会持续来广征各界的意见，找一些共识，再来做一些滚动的检讨。有关国定假日的调整的相关事宜，就由内政部这边来去做整体的考量。对工斗团体的诉求，劳动部表示，劳基法若要搁修法，需要组织劳资等各方的意见甲共识，才有可能进行。也强调增加固定假日的诉求，是以纪念日甲节日的实施办法，由内政部来组织处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